行政院初时通过这药检留一停薪照顾有春秋的方案，未来药检留停有30天，会当一天来请假，爸母加起来拢总有60天。若这家庭照顾者也会当用点钟来请假。除了入工以外呢，这军公教也适用，按说明年1月初1开始施行。若讲到这民间团体是建议讲会当参考外国，把这药检留停的时间延长到囡仔8岁为止。工课流和家庭两边做伙无用，都是大部分上班族的生活。有在做工课的妈妈施小姐就讲，真正在食品业做工课，都捌看过同事因为带囡仔留一停薪的困境。人情压力上面，那我也会去想说。哇！如果我之后有小孩的话，那等于好像要常常一直麻烦跟拜托别人。行政院初时议会通过劳动部带囡仔留停照顾弹性化方案，甲带囡仔的留停放宽做会当照日来请假，家庭照顾甲会当照点钟来申请，按算明年1月初1开始实施。对这民众大多数反应袂歹，不用两边很难兼顾啊，就是说如果可以弹性调整的话，一天一天的会比较好，比那个1个月1个月弹性。根据劳动部的规划，带囡仔留停会当用日做单位来申请，天数袂当超过30天，相请加起来会当请60天。申请期间，其中6个月共款会当领8成的薪水。另外，有家庭照顾的需求的人，实行1年7天的家庭照顾假和7天的暑假，会当用点钟来申请，拢总是112点钟，会当弹性因应家庭需求。雇主袂当靠专勤奖金，为了鼓励雇主包容劳工的需求，政府会予小微型企业经济支持。劳工申请孕留停1天，我们就发给定额1000元的奖励金给雇主。可以预期的部分是要5日前提出，针对临时性的比方说刚才说到肠病毒、小孩流行性感冒，1日前或者是如果是当日临时状况的话，可以当日是委托他人来帮忙申请。面对是点出3大缺陷，建议带囡仔留停，未来当学欧洲国家对1点钟申请单程的方向去行，而且把适用囡仔的年岁对3岁延长到8岁，嘛提醒对申请春秋带囡仔留停的家长，代办同事的加班次数会当突破劳基法法定的上限，恐惊会造成同事反感无欢喜。呼吁雇主应该提供更较侪薪资予职务代理人。劳动部应该要鼓励雇主把这个1000元付给那个加班的或是直带的人，让你的同事得到一些津贴，这样大家觉得职场互助我没有亏那么大。王兆庆认为讲，虽然目前法规是无强制，建议劳动部在新制试行一段时间了后，再来看速落来敢要修法来强制补贴这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